啵，同看咧，记得你庆祝乜嘅节日啦？艾迪，泰国的泼水节，佢记得喏。嘅秘鲁应该系德国嘅秘鲁节，可是我未成年，知唔得。就啊，做唔得先，唔过题目做得继续谈，下半日做呢？这个嘛，拳击节，叮叮，唔错，记得啊，你参加巴西嘉年华游行啦。看起来动精彩，我要上去。接下来还要动到好高嘅建议，看下唔上嘅戏係哪一隻？啵！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日葵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社會事件簿。來，呢個禮拜社會事件簿，我哋關注嘅主題係節慶，身為大家小解呢個禮拜參賽者同埋做書片嘅冇呢？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小解，聽嘅來賓係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軍火商。Hello，各位小解，係你嘅 Naomi。大家好。準備嘅小解阿哲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來拜陪我係我阿哲。來，講到節慶 festival，你們有沒有自己最喜歡的節慶？農曆新年，為什麼？因為可以放長假。元旦看煙火啊，你喜歡看煙火？愚人節愚人節，你想騙誰，還是想被騙？騙人，你都怎麼騙人？就是做一些可以整人的事情。阿哲，投票那一天嗎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圣诞节，可以说非常有驚喜感。就是早上起來會特別說，哇，今天是聖誕節，好開心。然後中午午餐就是平常普普，今天就會特別好吃。到底世界各國有哪啲神奇嘅節慶？看嚟看呢個禮拜社會看世界。加油！先看第一個題目，我們請 New Stock 帶我們到日本去。但是這個禮拜要看日本什麼特別的節慶呢？來，我們來看一個比較近的照片，請 New Stock 帶我們到淺草寺。你知道這個地方嗎？你有在這邊拍照嗎？有哦，就是雷門底下，對不對？這個很大的燈籠底下，我們要看的是跟這個寺廟有關係的題目。題目係乜嘢？聽我來看。請問一隻比賽係啲比乜嘅喏？第一，那隻紅愛先腳步；第二，那隻紅愛先手步。來，麻煩四位小歐，請出示答案。那個競選是里長還是村長的阿哲？為什麼你覺得是要先哭？因為那個嬰兒他就是有假扮成好像是一個鬼怪，所以、哦，你說旁邊這個？對，所以我覺得戴一個馬鈴薯還是什麼在頭上是鬼怪？因為我看到左邊的那個男生，他在做鬼臉在另外一個弟弟上面，所以他應該是想要讓另外一個人哭，然後讓自己女兒笑。所以你覺得這樣才會贏？嗯，因為一般來說，大家都會想要，就是嬰兒就會想到會笑，所以應該比較不會比看人先哭。既然一般都會笑，那麼正常，有什麼好比的？因為笑好像代表福氣還是什麼，可能要比誰會比較會先笑。好，到底係阿哲講嘅先叫嘅先讓，也其他三個小我所討嘅先笑嘅讓係讓，請看解答。耶，不錯，來一個驕傲的表情，阿哲，帥氣哈，第一分得到了，嘿嘿。為什麼會要先哭呢？其實跟我們下面這個題目有密切的關係。我們接着就來看第二個題目。請問愛本紅愛叫係因為哪一句日本老古語言呢？第一，會叫嘅紅愛係腳太；第二，唔講叫嘅歷史清雜。來，請出示解答。哎，
，Not bad， 我最喜欢有人不一样了。来，Naomi，他的不怕哭的力是最勇猛，就是怪怪的，就是你跌倒了要排除了这个，站起来。对不对？你把这个排除了。我觉得这个照片的背景应该就是不怕哭的力是最勇猛，对，应该可以说直觉。因为你看到2个力士在台上，嗯，所以比的到底是婴儿还是力士？看起来像婴儿，但你刚才讲的是不怕哭的力士。他长大会变力士。哦，有可能是这样子哈，一代传一代是一种传承的象征。那个一个力士，然后抱着一个小孩，就是一种象征。就是他如果让他先哭的话，他就会跟那个力士一样勇猛。Naomi 問得到第一隻 Q， 又係阿哲拉 Kita 上站拿到第二隻 Q， 看下來看解答。解答是，耶，Naomi 幹得好啊！來，把你第一顆籃球拿出來。那考你的這種相片哈，我們從第一張照片來給大家介紹一下，有沒有？哦，剛才你說體型，這個就比較是我們想象中標準相撲力士的體型，有沒有？它就很壯。然後其實這個像這樣的一個 festival， 這樣的一個儀式跟這樣的活動，在日本已經有400年的歷史。其實很多地方，幾乎大部分的地方都有這樣的儀式。那他們有幾個說法，比方說，嬰兒先哭的話，他可能會對嬰兒的健康比較好，他長得比較好。中間那個人呢，你有沒有看他的姿勢？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嗎？聽哭聲，叫得最淒厲的長最快，就是在聽誰哭得比較大聲。然後我們看下一張照片好不好？有沒有？你知道這個作用是什麼嗎？雷鬼的面具。雷鬼，我忘記他正確名字。惡鬼是不是？差不多。是不是惡鬼？有沒有人知道它的作用？吓哭。對，因為有一些，你看左邊那個嬰兒，你覺得他怎麼樣？老娘才不管你哎！就是怎麼鬥都鬥不哭的時候，因為要哭嘛，可他鬥不哭的時候，他們就會使出一些招數，比方說戴這個很可怕的面具，就嚇小孩子。有沒有看到？這些就是等着要參賽的，還有各地來的旗子。這個是東京台東區的哦，不是我們台灣的台東，它是台東區。兩位加油，好不好？才開始而已，還有2題，你們有扳回一城的機會。啱先攞前行下回第3題到底係乜嘅內容？第3題又係對亞洲，唔係對亞洲很南部的地方，像 New Stock 土尼島印度去。我們來看，這個世界上第2多人的國家，印度有將近12億人，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。然後，哇哦，哦，你看到那種印度式的建築，然後有觀光客，英國殖民的時候那個區，哦，英國前殖民的那個蓋的東西。你有去過印度嗎？沒有。不過你看起來有那種感覺，很歐洲，很歐洲，對，很多像是城堡式的建築，很大。對，這個範圍很大。我們看到很多人拿着照相，有沒有？哎，還在拍，就是很多觀光客的地方。好，那考一下一種相片。哦，打那個板子，我看一下，那個都有綁頭巾。綁頭巾，有的沒有。到底呢一種相片係我們的題目係乜嘅？看下來看。請問第一個節慶乜個人會本人打？第一哪名人？第二偷過東西嘅人。來，4位小歐，請出示答案。很好，非常好，你出來一下。你來一下啦。可以不用啊。你出來一下啦。你沒有在我這個角度看過這個畫面。來，好，來。那怎麼辦？怎麼辦？哎，怎麼辦？就只有你對啊，說不定。為什麼是偷過東西的人？因為很多男生都站在旁邊看。哦，對，這個戴金項鏈的人，那個但是他不是彩帶他不是打群架，他是只打一個人。哦，這就是我直覺嘛。好，很好，沒，就這樣，哦，就這樣，來，其他3位。上一張照片全部都是男人，然後站一排邊，然後女人站一排，然後呢一堆男人，然後都有穿着長頭服飾。雖然現在還沒有公布解答，但
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承认，我们要向军火商学习，因为他观察的很细微。detail 哦 ，devil in the detail 哦，恶魔藏在细节里。来，Naomi呢？你看到什么？有你早就想打男人了，每天打了。每天打。我觉得男人跟偷过东西的人都可能被打，可能男人是要练习无所畏惧，然后强壮。因为我以前上课好像有老师说，头部就是一个人的灵魂，所以打头部可以说是强化男人，就是锻炼，可以这样讲。哦，所以大家都很正面看待这个打他们的行为，进化啦、锻炼都是为他们好的。斗呆，蚊子，黑妹，有啊，唔错嘞，请看解答。哦，好紧张。答案是。还没，好不好？来，3位，把你们的球拿出来。哇，已经有2分了。我才第2次来而已。没有关系，也没有人连着2次都被处罚的，好不好？你又可以创下一个记录。来，没有，还没。你现在还有机会。你看，如果下一题你对的话，我可以是纪录保持人，对不对？至少是保持人，好不好？没有缔造纪录也是保持人。那倒台係咪從幾多講嘅？打兩個那麼嘢，整個就安全要經歷，因為兩隻打的法統是在印度的，像是我們的過年一樣，就是在我們的西方的曆法大概是2到3月，但其實是印度教的12月，就是說他們的這個大概會有2個禮拜的時間，會有這樣的慶祝活動。那怎麼搞要打呢？搶款 New Stock 給改出來。因為是男的就要被打，打死我都不會參加的啦。唔係啲講乜嘅啦？哈哈，來看用長假兩個節，聽說他們慶祝的是同一個節日。錯，也係印度教嘅猴年節，印度教前鬧熱嘅節日咯。為咗慶祝春天來臨，對新的一年祈福，大家會相互餵呀有色嘅水還有粉哦。呢種慶祝嘅方式當數分樣哦，傳到了孟加拉、巴基斯坦、南非、英國還有美國咯。那為什麼有的地方變成打男人？哦，啲印度嘅北方邦嘅地區有一隻古老嘅神話，有一個無天使為啲猴年節嘅日咧，走到村內度作怪。古說啊，細妹會用棍咧，攞佢救走。背面就變做拿棍咧打南美人嘅慶祝嘅方式咧。唔過，細奶本人打嘅畫面，啲印度啊，一隻細妹嘅 TV 比細奶大嘅國家係一隻當 TV 嘅景象哦。我看這些女人都氣勢十足哎，但是她們都用頭紗蒙面，這也和神話有關嗎？有可能哦，唔過啊，沒有可能係因為呢打到喊個中啦，冇。今天的最后一题，虽然蚊子无论如何都难逃被惩罚的命运，但是下台的身影还是很重要，好不好？积极表现。最后一题，来 ，N second 题图，讲这个赛道墨西哥，我们到墨西哥，地球转，哎 ，Mexico， 然后我们要到墨西哥的首都叫墨西哥城 ，Mexico City。川普说要在这边盖围墙，在墨西哥跟美国的边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你们有什么感觉？看到墨西哥城，就是好大啊，你们也看了很多国外的街景，这个街景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？灰灰的感觉的关系，阴暗暗的。对，有他点灰蒙们的建筑蒙的。也建筑长得都差偏不多。暗色。来，为了要看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先看一张照片。哇哦！哦！哇，你跟那个哦什么？好，来，你先哦，先让你哦。我是有看过他，啊，你看过谁？骷髅头先生吗？那个叫什么灵的？哎，就是那个死人，就是庆祝那个死人的那个。所以这一题你应该有十足的把握，对不对？我只看到一个骷髅头，很大。然后还有旁边一个小头，
啊？就是旁边有一个人戴着一颗头，骷髅头的旁，对，这一位吗嗯， ？OK， 所以他们都是什么？都是骷髅头。都是骷髅头。我可以说它看起来很盛大，就是可以啊，这句我会剪掉。再来一个，谁不知道很盛大？那么多人在那边，路边大家在拍照，很欢乐的样子哦。哦，欢乐。哎呦，欢乐哦，有鬼可是很欢乐。来，这跟题目有关系。来考你进步的题目。请问佢大班做安尼系味道乜嘢呢？天黑照鬼魂，啵啵啵啵啵啵。天二火影鬼魂，啵啵啵啵。提示一下，不能提示，来，准备好了吗好难哦。 ？3、2、1，来，四位小欧，请出示答案。哦，还好我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先从不一样的开始。Naomi，因为我觉得欢迎鬼魂的话，他没有什么理由来欢迎鬼魂，就是他扮成那样，然后要比鬼还可怕，就是让他不要来。因为刚才有说它就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，那个是阿哲说的，你也相信哦？不然不是我们说的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他身上穿的颜色就很鲜艳，确实。然后他感觉很像是说那个感觉跟鬼魂扮的是一样的那个造型，然后欢迎他。 OK， 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他扮的那样，就是欢迎鬼魂，因为他没有比鬼还可怕。我觉得没有比鬼可怕，讲的你好像看过鬼一样。就是这么觉得， OK， 坚定自己的立场。来，刚才我们专业的这个军火商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就是有一本书上面写说他们都会，就是他们就是好像什么纪念死掉的人，然后呢就会欢迎他们回来这里。OK， 是为了要欢迎不是一般的鬼魂，是逝去的亲人朋友。可是说不定想要吓走他，这样才能去投胎。没关系，我们马上解答就没有说不定，好不好？请看解答。答案是 Naomi out， 没有啦，不是。哎，来，哦，空好久了，辛苦你们了哈，不好意思。阿哲点加懂懂问哦，不简单哦哈。来，先恭喜阿哲，也恭喜两位呢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蚊子无有。可是你们要恭喜我才对，恭喜你终于得到第一颗。究竟是不是像军火商所说的，是为了要把逝去的亲人都欢迎回来？我们一起来看 New Stock 的解答。他竟然是在欢迎鬼魂！哎呦，真嘅係看到鬼哦！对慶祝亡靈節嘅人來講，鬼魂啊就係過世嘅親人朋友，有乜嘅好得人驚嘅喏？有一個想法啦，源自呀羅古時代嘅阿茲鐵克文明，記得直到死亡係生命嘅一部分，唔係生命嘅終點。嗱，應該去歡歡喜喜來慶祝當初啊！他們對死亡的想法，讓我哋多麼洶湧哦！不，人啊，看下世界嘅方式，係唔係當多年呢？啲台灣啊，大班多人呢，太人不講咩水人。唔過啊，呢一片佢哋唔單槍打扮咗鬼魂，還會用花還有蠟燭來裝飾風水，啲風水總講俾佢哋親愛嘅亡靈。咦，我發現他們化的妝好像都有點像骷髏頭。叮咚，寶，人骨頭係墨西哥文化地位千重要嘅元素。墨西哥插畫家波薩達講過，無論係黑皮膚嘅人、烏皮膚嘅人、有錢人又係冇錢嘅人，大家都會變做人骨頭。寶，骷髏象徵了死亡，也象徵了人人平等。各位觀眾，墨西哥嘅亡靈節對西歐事件簿完全呈現，大家就能看到。雖然講年代追溯嘅題目呢，可是其他人很有義氣的陪着蚊子一起畫了這種鬼怪妝。我先請教一下，被畫的感覺怎麼樣？我覺得還蠻不一樣，很高興，有一種
很快乐的感觉，因为越画越爽。你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你看镜头，你自己的样子是可爱还是可怕多？我觉得蛮可爱的。蛮可爱的。那其他人呢？画成这个样子的感觉，熊猫就是一开始会很排斥，但之后觉得来不来？好可爱啊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亡灵了。哦，那表示你很成功哦。我们在讨论亡灵节啊。那你帮他画的时候呢？因为她是学姐，不太敢下太。你这样还叫不太敢下？你已经下成这个样子嘞。哎，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节庆，你们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参加的？亡灵节吧。就是亡灵节。对，我想要去参与看看，真正实际在现场的感觉，有那个大骷髅头那个。你要带那个东西吗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好。 ？OK， 来，军火商。也是这个亡灵节啊，为你亲人的死去感到开心。而且，把失去总是一种惆怅，是一种悲伤，可是他成功的转换那样的气氛。苦主，你呢？你最喜欢的？我比较想要参加那个守夜的活动，哦，就是去那个坟墓那边，然后等待那个亡灵回来。因为台湾的习俗比较不会像是那样，如果真的想去，就去墨西哥的。就是看到很多人都跟你一样，画的疯疯的，然后站在一起，为死去的人感到开心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大家有没有想到，我们看了这么多不同的有趣的节庆，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节庆？庆祝某些事情吧。活得有借此来意义一点，团聚。借此团聚，活得有意义一点。比较有纪念性。有纪念性后，让很单纯的活动好像赋予了一层不一样的意义。来，各种品酒节都也就咁說到，你嘅處罰日式比日式很難精彩，是讓你嘅節目內容強弱。下面你也期待下個禮拜會進來到新的處罰，記得大家禮拜六晏不了7點半而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母，拜拜，記得看咯。哎，为什么你没有画到？哎，我还有2集要錄誒，你買安尼啊？那你要。